上回说到，鱼龙帮这边的事情刚解决，徐凤年就遇上了一队骑兵，前往了赵又松的家中，目标正是赵又松的母亲许清。想到这一点，徐凤年立马抄小路跟着赵又松去到他的家中。徐凤年会轻功，所以很快就来到了赵又松住的地方，在河边看到了正在洗衣服的许清。见到徐凤年后，许清脸色一红，随后生出一股怒意。这么多年来，觊觎他美色的人都是想尽了办法接近他。昨天碰到徐凤年，原以为他和那些色批们不一样，没想到这才第二天，他就主动找上门来了。估计也是个表里不一的色狼。看着许清的表情，作为花丛中老手的徐凤年一眼就看出了他的想法，于是转过头去，不再看他。此时情况紧急，他也不好做过多的解释，只能平静地说道：“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带着佑松离开，其他的事交给我。”就在他说完这些话后，那一队骑兵也来到了此处。一队熟悉当地情况的小兵走上前来，对着领队的骑兵谄媚地说道：“大人，这小娘子的姿色如何？附近这10几个村就属她最俏嘞，而且是个寡妇嘞，没啥依靠，抓去给大将军，他绝对会满意的嘞。”这位骑将看了眼许清，满意的点了点头，想到自己这次回去应该能够得到不少的赏赐，于是他坏笑着说道：“小娘子，跟我们走吧。”许清咬了咬牙：“我不去。”就在这时，赵又松也跑了回来，满身灰尘，这一路上没少摔倒，看着他的娘，哭着说道：“娘，不要去！”那对骑兵一眼就看出了儿子是这小寡妇的软肋，于是便威胁地说道：“许清，想想你的儿子嘞，如果你不去的话，这些军爷怎么对你的儿子，我可就不知道了。”说罢，一名骑兵上来就抓住赵又松，却被这孩子转头咬了一口。怒气冲冲的他一把抓住赵又松的脖子。许清眼见儿子有危险，就什么也不顾了，只好答应了这群骑兵。就在骑兵们要带人走的时候，站在旁边半天没说话的徐凤年，此时主动的走上前来。书接上回，骑兵们用儿子要挟许清，眼看许清就要跟着骑兵们走，此时的徐凤年站了出来，表示自己愿意拿出100两银子，让这些人放过这对可怜的母子。原本徐凤年可以轻松杀死这一对骑兵，但此时的他已经不是江湖雏鸟，他知道即使自己将这些人杀了也没用，他自己或许无所谓，但这对母女此后的生活就别想再平静下来了。这对骑兵显然是有些心动，但是他们被下了死命令，必须要带走许清，如果完不成任务的话，可能小命就要没了。见他们坚持，徐凤年耐着性子说道：“这样吧，你们派人回刀马关，跟你们最大的官黄浦秤说一声，就告诉他有一个腰间配了春雷刀的人在小河边等他，我只给他2炷香的时间，如果来晚的话，后果自负。”说完后，徐凤年便安静地坐在了小河边。这对骑兵拿不准徐凤年的身份，看他眉眼间的气质不像是普通人，也不敢贸然就上前拿人，于是商量过后，便派人回去报告此处的情况。剩下的人则是在这里看着，也不怕徐凤年带这对母子逃走。刀马关这边，此时的黄浦秤正在等着美女的上门服务，在他身旁则是恭敬地站着韩涛和周自如，两人大气儿都不敢喘。很快，报信的边军赶了回来，对着他禀报道：“将军，有一位年轻的公子，腰间配了一把名叫春雷的刀，说是您的老相识，还说只给您2炷香的时间，让您去到小河边，不然的话，后果自负。”听到这句话，黄浦秤脑瓜子嗡的一声，完蛋了，他立刻就猜到了公子哥的身份。书接上回，刀马关骑兵强抢许清，徐凤年暗示身份，让黄浦秤前来相见。听到边军的报告，黄浦秤心凉了一截儿。他认识徐凤年的佩刀，立刻就猜到了他的身份。黄浦秤知道这次倒霉了，恐怕官帽子都保不住了。忐忑不安的他心中猜测道：难道是手下那个不长眼的东西抢了这个祖宗的女人？或者说徐凤年在故意玩我？冷汗直流的他没有多少时间思考，心中越是害怕，就越是胡思乱想。心一横，索性朝着小溪的方向狂奔而去。此时的他只恨着战马没长8条腿呀。
一路上他都想不通，堂堂这北凉的世子，来这鸟不拉屎的倒马关干啥呀？很快他就来到了小溪旁，看见徐凤年，黄浦正二话不说，立马就跪下叩头。之所以会这么害怕徐凤年，是因为黄浦正如今的地位都是徐凤年一句话给的。还记得他当年立了功，前去投靠北凉王府，有去觐见徐骁的机会。进入王府后，看到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只见坐在了北凉王位上的不是徐骁，而是世子徐凤年。徐骁则是坐在旁边哄儿子开心，不管徐凤年说啥，徐骁都只是笑着说好。当时的徐凤年正眼都没看黄浦正，只是说了一句：“封他做个四品将军吧，再送几本秘籍。”徐骁听完后，立马就笑着照办了。此后的黄浦正明白了一件事，在北凉，只要不是原则上的事情，徐凤年都能替徐骁做主。思绪回到小溪旁，黄浦正跪在地上战战兢兢。徐凤年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出了一句让黄浦正脸色大变的话。上回说到，徐凤年为救许晴母子，动用世子的身份找来了四品将军黄浦正。此时的黄浦正正跪在徐凤年的身前，徐凤年对着他怒气冲冲地说道：“起来吧，今天这事儿也不能怪你，可是也不能就这样算了。倒马关这地方乌烟瘴气的，也是时候去修理一下了。你手底下那些人要怎么处置，你自己想清楚。给你时间，如果不能让本世子满意的话，你是知道后果的。”徐凤年并没有过多刁难黄浦正，因为他知道黄浦正是个有能力的将领，自己作为北凉王位的继承人，也需要培养一些心腹。他也清楚，挑人不能只挑那些品格好的，只要有能力又对徐家忠心，那么即便是道德上有些瑕疵，也是可以容忍的。听到徐凤年这番话，黄浦正踏实下来，官帽子总算是保住了。徐凤年接着说：“黄浦正，你家那个儿子不是你亲生的吧？这孩子是你兄长的儿子，当年你们两个儿子一同出生，你的小儿子夭折了，于是你便用你兄长的儿子调了个包，你真当此事能够瞒得过我吗？”此话一出，黄浦正面色惨白，跪在地上重重的磕头。这些年来，他一直以为自己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没想到徐家父子对他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这个心狠手辣的枭雄也明白徐凤年的意思了，当下泣不成声地说道：“我黄浦正自今日起，愿为世子殿下赴死。”书接上回，徐凤年敲打黄浦正，成功收服一位大将。徐凤年也算是官场上的老油条了，懂得恩威并施才能收服人心。此时一番操作下来，算是暂时收服了一个有能力、有野心的将领。徐凤年也知道，从现在开始，他要慢慢的笼络人心，培养出自己的班底，为以后和陈之豹的争斗做准备。敲打完后，他就让黄浦正离开了。徐凤年回到许清家的小屋，回来后，许清追问他是怎么摆平这件事儿的。徐凤年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于是便随便编了个理由，说自己有些关系，在北凉认识一些大官，再加上花了些银子，所以这件事儿也算是彻底的解决了，以后让他安心的过日子。对于徐凤年这么一个陌生人的帮助，许晴很是感激，但他也不愿欠人情，于是就对徐凤年说：“等我干活攒够钱，就立刻还给你。”对此，徐凤年说道：“像你们这种小户人家，一年到头也就几十两银子，对我来说不值一提，不用还了。”对此，许清的态度很坚决，眼神清澈地说道：“要还的，就算我还不上，以后也要让佑松接着还。”徐凤年无奈，只能选择接受了，不过心里却对这个受尽生活折磨却依旧心思纯澈的寡妇小娘多了几分好感。对他来说，这只是一件举手之劳的小事儿，可却足以改变这一家子的命运。为了表示感谢，许清非要留徐凤年吃饭，徐凤年拗不过，吃了饭又劝佑松要好好读书，以后争取考取功名，这才离去。